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这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联播听医生讲看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欢迎收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空中的朋友，咱今日邀请到一个贵宾哈，陈荣基陈教授啦哈。陈教授是以前台大神经精神科后来分开变神经科的教授做过主任。嘛，做过神经医学会的理事长了哈。后来呢，他又做了恩主公医院哈，就是恩主公病院的院长了哈。是咱台湾真出名一个神经科的专家哈。咱今日邀请伊来电台哈，想要和伊安尼开讲哈。特别伊伫台湾阁互人上尊敬，就是讲伊有咧推动这个安宁照护，还是讲安宁医疗哈。做真侪好的代志哈。陈教授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陈教授是新竹人，是你敢是客家人？不是，我河洛人。OK， 我新竹市。新竹市来你新竹中学毕业嘛哈？对。你是保送呢？现在我迄年就保送去台大医科呢所以你迄阵高中就足够读册啊。我是感谢我的前辈，因大家考虑去台大靠堂，互你考做，我知所以迄阵拢按照比例啦哈。对，我保送一个了，我扣着一样保送。对。你迄年新竹中学是保送几个？迄年。台大医学院一个尔嘛，迄阵好的高中上好的田家是补上2个3个啦，大部分一个就足够啊啦。对，安尼你等于就是新竹高中迄届，你第一名毕业的啦，对啊嘛。对，哇，这是无简单啦吼。你台大医学院毕业，是，你哪会想着选神经精神科？你迄阵要选别科嘛是有可能啊。大概差不多是第4年的时阵吼，迄阵。4年有这个临床病理讨论会 ，OK， CBC 嘛 ，OK， 在临床病理讨论会时哦，听坏临床的医生咧讨论病例吼，咧解释咯什么哦，讲我就讲神经科的医生哦，讲到头头是道，神经科照迄个道理咧，有逻辑的对吧？哦，对，迄阵是黄祖培教授吗？对。我觉得黄祖培教陈光明了，因两个吼，讲到安尼头头是道，去互因变去，咱对听甲足佩服的就对啦，感觉讲我这神经科的医生学问袂歹啊，所以我毕业总去行神经科啦，黄祖培当然伊头脑真好啦，吼，是，咧分析事情什么，这足有逻辑啦，哈，你做神经科。开始的是神经精神科是要个合作会嘛？迄阵是神经精神科，所以我是神经精神科的住院医师。对，所以你精神科嘛有受过训练啊？我哪受精神科的训练？做到几年了？神经科和精神科甲分家？我最到中医师的时，也个是神经精神科的中医师，我来负责嘛。两项拢是。了后一路，因为迄个中间我就。渐渐偏讲，我要做，从来要做神经科阮迄阵是4个，另外3个因选要做精神科。真的精神科阁有3个要做咧对，早期嘛是足少人要做精神科的呢。有迄阵。你，所以你迄阵选去神经科了，后来神经科独立处理嘛吼。恁神经科就变。剩几个人尔呢？人较少啊。我入去了后，
过几啊年，才正式分开啦。OK， 正式分开，所以这神经科甲精神科。所以你其实你嘛会使做精神科，你嘛会使有精神科的专科医师。开始的时两个拢有资格嘛，拢有迄个专科医师的。对对对。知道啊，落尾讲干那呢选一个，所以我就做神经科。是，这和阮迄个学长，迄个陈顺胜教授共款啦。陈顺胜伊嘛是本来神经精神科拢有，对，后来伊嘛是走对神经科去。陈顺胜是对高一来台大受训的，来台大神经科受训。OK。所以你伫神经科服务伫台大安尼拢总服务几年？神经科反正我住院医师开始一直做到教授，神经精神科了后就变成神经科，迄阵到即嘛。对，但是你后来去文主公病院，是迄阵，所以继续台大的服务，迄阵是做几档，30几档，伫台大。台大做32年的，做32年吼。了去文主公做。文主公病院，文主公病院，即晚20几年啊。20几年。所以你安尼伫临床嘛，50、60档啊啦。86年开始的。86年吼。歹势，我请教陈教授，你神经科的部分吼，你有特别搁较专攻伫对几个领域无？其实拄开始的时阵吼，无真清楚对，分啦。不过落尾慢慢较有趣味的。我主要咧做像这较退化性的疾病哈，所以失智症啦，失智症，帕金森氏病啦，帕金森在是我较专门的，开始是癫痫啦，癫痫对，迄本来神经科上个脑中风了，中风对，我即摆失智症变上热门哦，失智症不是讲上热门的，而是那个对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失智症是60几岁了后的比例愈来愈高，患者增加嘛。对，即摆的人愈来愈长寿。对啦，所以就看可患者就增加，这将来是对社会是足严重的负担啦。所以我伫文主公病院开始无偌久的时阵，就创办台湾迄个失智症协会。OK， 来做创会理事长，为这个失智的老人，将来要安怎为因的福利来向政府、向社会争取。所以即摆神经科的医生伫台湾进超有偌济？专科医师1000外个，就大概应该有，有嘛有1000外个啦所以恁即摆嘛培养足济后辈啊啦，就是讲。差不多各个地方拢已经我真欢喜啦，就是讲去年大神经科，这个办这个神经科创科30周年的纪念的时阵，有一个7天的迄个研讨会看我学生，因提出来报告我感觉就讲有进步，因拢大家拢做得比我好啊，所以我真感激迄个研讨会，我有甲因鼓励，甲因多谢啦。我讲古早人讲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希望恁是前人种树，后人要造林。恁毋是干那种树，人家要造林。我真感谢今仔日看恁的提出来报告，我感觉就讲。恁确实有造林，做得拢比阮头前的人做得较好，青出于蓝啦。对，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做老师上欢喜就是安尼，看到学生搁咧进步吼，比咱搁较有成就，这是好代志啦。恁迄阵实在是算开路先锋啦，做的人足少嘛。杭州卫教授是头一个开路先锋。即摆洪教授也无伫啊，是你头算是神经科。嘛是硕果仅存的较老的一辈嘛，变成讲上老的啦，是啊，唔是讲上老的，是上老的那样啦，上资深的啊啦，即摆其实神经科的学问内底，少年的比咱老的，当然，更加厉害啊！即摆检查的设备啦，啥物大项拢加足好的嘛。
恁古早大家做也无啥物电脑断层啊，对毋对？对。也无啥物迄个核磁共振啊。我定来甲学生讲啦，讲老师教的时候，教你去学讲，将来要搁安怎家己去自修，家己去发展。对。哦，毋是讲逐项拢老师教。对啦，对啦。一个真简单的例，就是讲伫我的身上，我做甲住院医师，甲我开始做主治医师的时阵，迄阵也无电脑断层，也无磁振造影、CT、MRI 都不知道的东西啦。迄阵拢靠检查，就是对用迄个 physical examination 吼。对。我会记我做学生嘛是安尼，迄支杠腿啊。对。就什么12对脑神经啊咧，咧检，拢靠迄个手咧在摸诶。CT、MRI 出来了后，啥物都翕出来，嘿。家己爱学啊，对，老师无教，因为老师嘛都无迄个机器，老师的时代无迄个机器，爱学。对，所以这以后咧进步吼，实在讲嘛是互咱真感谢啦吼，就是讲少年呢因愈来愈侪好的武器通用，诊断什么都会更准确哈。对，治疗方法嘛一直进步嘛。古早你看，我会记得咱古早中风都无啥物方法都有啊，即摆讲会当用迄个。入去通呢，对不对？对。这是以前拢无法度想象的咧，吼。本来咱想心导管，即马连脑的血管嘛当导管。吼，就是古早中风的患者吼，我是研究看中风患者，就是讲，我就诊断中风，我就甲救会起来，了后就互经过训练，安尼，互伊恢复看较好。但是即摆毋是啊，即摆是一开始中风的头前去。教大家要安怎预防中风，一旦中风已经开始，神经科我那有足多办法，拼入去看会点减轻伊迄阵的伤害，会将来恢复较好。对啊，那个清血角啦，什么迄个血栓嘛，当个处理啦。对。这个进步足多啦。是较早没有的。这咱做医生呢，感觉讲真有成就，就是安尼吼，一直进步吼。但是你互人上钦佩是，你除了神经科这个专业领域吼，你后来佫提倡这个安宁这个疗护吼，这是安怎来啊？咱以前读册嘛无安宁疗护呢。是，我做学生时嘛无迄个无啊，嘛无这个观念啊。你是啥物时阵开始去想这个代志？我是去上帝带去。我定来笑讲吼。我出世吼，迄落你佛教徒咧？像阮厝诶是佛教嘛，我拢对我妈妈是啊，传统诶拜庙拜佛安尼吼。是。阮阿公去甲报户口啦。阮老爸迄落事业无用嘛。阿公也毋捌字啦。伊去报户口，阮诶兄弟姊妹名拢是陈营。陈营什么？所以我嘛就陈营。伊报户口迄落讲报啥物名？伊讲要叫陈营基啦。陈营基。户口诶事务员讲倒一个基。伊就定定拢伫外口咧捡树枝啊，等下厝诶做营茶嘛吼。伊讲一支两支诶基啊。户口员讲毋爱迄个基。无真雅，伊就甲用另外一个机，就是基础的机，基础的机。伊读个英文时嘛是机嘛。我阿公也毋知影都一字，就音就共款就好。所以我名变成单音机。所以对手机比基础。结果伫台边咧工作的时阵，有一个行政单位的董事哦，来。一日来接我讲，迄个这叫做你到我们教堂来，参加礼拜。我讲，我是佛教徒咧。是。伊讲唔对啊，你应该是基督徒。我是佛教徒。伊讲唔是哦，你的名字是荣耀基督。荣耀基督。所以我说，迄阵我发现着，我那爱。荣耀基督的责任也有一个这个所以
落尾假死的。所以你讲这是上帝引出。基督教的马偕医院。就你去看安宁缓和医疗这是有一个，所以这冥冥中嘛是有一个真处于无形的力量哦。台湾的安宁缓和医疗是基督教的马偕医院引进来的，对。马偕医院的董事长，迄阵马偕医院的董事长，也是这个因办这个安宁照顾基金会的董事长，谢英杰。假董事长，因伫1994年，迄阵我来做台大医院的院长。我迄阵已经办安宁迄个佛教莲花临终关怀基金会。迄年哦，因为当时要去日本参观安宁的病房，所以恁做伙去看。邀請我去，我就感謝講，我這基督教的機構，我要請我這個教導去參加，所以去日本參觀，參觀了後就了解講，安寧照顧的創啥，我感覺就應該愛做，所以等來我過兩年佇台大創辦台大的安寧病房。好，咱先聽一段音樂，我過來繼續請教吼。天顶飞，认真做工课，日头落山，为着生活忍浪费。细汉离开家，时代定定过，孤单伴阮，不知过几暝。问吃饱未？问会冷未？拢是父母。讲的关心话，才会体会，手会大用心栽培，感谢过去付出无怨悔。我一生毋捌讲出心内迄一句话，有心事藏在心底，要讲无机会，一张被。代表阮希望恁看好详细，明明写出阮满满的话。食饱未？问会冷未？拢是父母因大工的关心话，才会体会，手会大爱用心栽培，感谢过去付出无怨悔。我一生毋捌讲出心内迄一句话，有心事藏在心底。无机会，一张被代表阮希望恁看好详细，用恁写出阮满满的话。我一生毋捌讲出心内迄一句话，有心事藏在心底，要讲无机会，一张被代表阮希望恁看好详细，明明写出阮满满的话。搁有几句话，亲像写几回，着爱保重身体，每日快乐过。花洒落土地，缘分天空际，希望后世人，搁愿做恁的。
欢迎各位倒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陈永兴医师哈。今日互咱访问的陈荣基教授哈，陈教授哈，伊本身是一个佛教徒，毋过伊咧讲伊的名吼，阴差阳错啦吼，本来要用基是迄个手机的机，煞变做基础的基，都容基煞变做荣耀基督，所以含基督教煞有发生一段渊源啦吼，就是讲伊马街医院迄阵想要开始做安宁照护的时候，来甲招去日本参观，看人在做安宁疗护吼，伊足感动的，伊转来了总开始伫台大医院推动这个物件啦吼。但是陈教授，我有看到你有一段是讲，因为你佛教徒，是，所以恁伫台大本来有成立一个社团。这个社团是在帮助出家人，个因为佛教嘛有迄个善终的这个观念嘛吼，所以恁迄阵就伫恁这个佛教的团体有咧讨论讲，要怎帮助患者吼，在临终的阶段吼，会当安尼真有尊严吼，减少因的痛苦吼，这和安宁的观念佫不谋而合嘛吼，所以你迄阵伫台大开始要推动。这个安宁照护的时候，你拄则有讲，恁有一个什么莲花什么基金会？临终关怀基金会。临终关怀基金会吼。你总用这个基金会去培养、训练一寡这种临终关怀师嘛，对吧？总告师、法师啦吼。法师。这嘛是伫全台湾的病院，这嘛是创举。这不是干那台湾创举，这是2000多年的佛教历史的创举。以前无人做过这个工作。以前古早法师，无人来病院，对啦，咧服务的啊。是。伫基督教的传统内底是有哦，因有医疗传道牧灵，所以伊若要做将来想要去医疗机构，去推广因的迄个基督宗教的理念的时候，因会受这个训练，会搞训练，对，所以因的神父、修女、牧师，真侪拢有受过基本的医学的训练，无毋对，所以因将来要入来做这个工作，无困难，因一方面医疗的基础，一方面个宗教的基础，对，两项做伙。这西方的宗教本来就是对这个 hospice 有传统啦。年缓的医疗出现了后，发现讲这宗教的介入真重要，真重要。上煞要帮助患者善终，有宗教的介入，加正做了加正圆满。对了，有一个信仰的力量的时候，基督教、天主教的。真简单，因都有迄人参加。对。佛教界没有做过这个代志。所以你这是一个创举呢。对。所以我伫台大病院，因为迄阵我做咧做副院长，所以办安宁病房，然后发现讲有这个需要。所以个因为办这个莲花基金会，所以我就用莲花基金会资源。交台大安宁病房合作 ，OK， 这边台大开始训练真法师，我你老处于要做这个工作的，来我甲你训练，因为爱甲训练，伊才有武器，对，伊若无武器，伊跟他讲关心，我都唔知要来应付患者，患者是什么款，伊都唔知影，所以。开始这个训练，做了真成功，咯。你讲训练几十个咧？一路训练应该有70多个咯。就是啊。后来去到这个文主公病院的时，这方面有个继续无？你文主公病院你嘛是有设安宁病房嘛？文主公病院有做安宁的工作，但是一直无病房。起码才要开，起码才要开。不过你后来有成立这个全台湾的这个安宁照护协会，是，安宁照护协会，协会我捌做伊的
第二个、第三任啦，头一个2任，啊，我做第二个理事长。理事长吧，吼，啊，加入去推动，这安宁缓和医疗照顾。是，啊，这真感谢，就是讲基督教，带我入来这条路。但是迄阵台湾的安宁照顾哦，敢若马偕医院，我该啊，刷入去更新医院，天主教的更啊，新。然后大家讲，我这着你宗教病院咧做诶代志，所以无人有注意啊。啊，大家病院就开诶，大家都感觉大家是龙头医院。对啊，医学中心有咧做这项工作，就扩散啦，扩散，影响就出来啊。所以，啊，个后来你嘛是有做这个医院评鉴，是这个委员嘛，吼。啊，你有甲这个安宁照护这个要求，放入去评鉴的项目，评鉴内底，我这都大家拢做啊啦，就和各医院愿意跟着做，对啦，这效果就大啦，啊，所以你不但安尼呢，你迄阵个争取立法咧，对，因为咱这安宁疗护，迄阵是这个安宁疗护个推动伫护理界一个真重要的人是赵可士，赵可士啦，这天主教的，赵可士有我内人的学生嘛 ，OK， 护理的伊护理的，啊，伊是修路出身的，是伊天主教，啊，伊去找到这个张以文，那个立法委员，来倒推动，到底要推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啊，我有参加。迄阵你马街这边吼，更新啦吼，这就等于讲。基督教有、天主教有、佛教有吼，大家带头安尼吼，啊透过立法院安尼，啊到尾有通过这个立法嘛吼，啊不但立法呢，台湾算进步呢，佫有迄个 NDR， 吼，到尾佫推动啊变讲吼，这不必要的这个 DNA 吼，对，这无必要的急救啦，还是这个积极介入的治疗。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嘛，吼，这是病人权利法案，吼，这拢伫立法院有成功啦，吼，讲起来是无简单。这两个法，真重要，真重要。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是讲你有管理，家己立下你的迄个意愿，讲我会病。那是袂好啊，就是变成所谓末期病人，到某种迄种医生判断，到迄个程度就知影讲，按照甲医的医袂好，啊伊敢若艰苦的时阵，医疗要改，用安宁缓和医疗来帮助患者袂痛苦，啊上煞要走得很舒服、善终，是啊，这是最重要的代志。对，你安尼。几十年来吼，推动你感觉讲，这伫台湾社会吼，当然即摆渐渐有被接受啦吼。对。啊，但是有阻力无？就是讲过去有诶病人想讲好啦，我要接受，啊，家属就甲咱讲要叫医生，你都想尽办法甲我救，不惜代价，啊，我就是绝对要救到底，即款诶阻力嘛有呢。对。吼。啊，这安尼有咧进步无？你感觉这个社会伫这方面？这开始吼，安宁缓和医疗条例通过了后，开始会阻力足大。对啊，阻力分两方面。中医是医生啦。医生。第一线咧照顾患者，患者忽然间心脏叫停去，喘气叫停去的时阵，迄医生的迄阵的投入咯，讲我就要想尽办法救，用各种方法甲诱进来。迄阵就是所谓心肺复苏术 （CPR） 的技术来抢救这个病人，或者是插管到呼吸器，电，那个救进来，啊电疗，所有方法啦，反正就是想尽办法要救就对啦。医生以前拢想讲。我是要救人的，不是要放弃的。所以医生感觉就讲，我若最后无甲抢救，患者就死去。敢若袂输，无尽到责任。医疗的失败。所以我咧一直在宣导和医界，就是讲，
绝症病人，还是即卖讲个末期病人，会死亡，唔是医疗的失败。对了，这是自然的过程。对，医疗应该无办法咯。但是咱若无帮助这个患者善终，没有痛苦的走这一条路的话，这是咱医疗的失败。全都咱失职，对不？所以来改变医生的观念。对了，医生不是神啦。对。不是讲每一个病人拢救会活嘛。对。咱就要承认讲，医学也是有限度。对。医生嘛不是万能的。对。你要接受这个大自然的定律，还是讲生命的规律嘛？是。有生命就绝对有死亡嘛？是。对不？破病就绝对会死的啊！他若讲死就是咱的失败，不是这个特色。另外一个处理是患者的家属，对，家属认为讲，无甲救，咱的中辈还是咱公辈还是下辈，都翘去啊，无叫医生，互医生甲拼命 CPR， 插管无做，你是不好，不爱。讲什么要甲爸母送去安宁病房，敢若袂输要甲放弃。对，很多家属拢不爱。对，所以我一直宣导的是讲，咱大孝叫大爱，唔是讲叫大受迄个无必要的痛苦，抢救到底，互咱的亲人落尾受一寡不必要受的痛苦折磨啦。伊这个无效的医疗，但是敢若增加伊的痛苦。这不是孝，不是爱。对啊，而且迄个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啦。对，所以大孝跟大爱应该是让这个已经得到绝症的亲人，让他们慢慢能够接受伊家己的病，接受讲啊，我的性命到这差不多啊，改变过来，不是讲。伫遐拼命，伫遐拖，而是后壁要安怎活甲好袂艰苦。对啊，爱交代，爱交代。是。所以阮定下咧鼓励患者甲家属讲，上所谓讲所谓世道人生啊，你要叫亲人，患者甲亲人之间要道谢，道爱，道歉，上所谓要道别，对啦。有个人一世人迄句感谢讲袂出来，对。有个人一世人迄句实力讲袂出来，对。遗憾抱憾而去啦，所以应该这就是讲，伫最后迄段时间，咱要互伊减轻痛苦，这当然肉体上的痛苦，互伊减轻，互伊真有尊严，过来。和家属之间，你过去有啥物遗憾的代志？你有啥物要交代的？还是你有啥物要感谢的？你有啥物要表示的？应该拢爱，互伊会当足圆满，安尼这才是一个真水的结束啦，所以这就是安宁照护，其实伊是足积极正面。走得很安详，对，唔是迄种负面的放弃的意思，这就是讲，看你对一个角度去看，所以这安宁照护其实这已经是全世界的一个真进步的医疗的一个趋势啦，伫台湾这当然经过恁遮的前辈的提倡，我是感觉即马台湾嘛做了袂歹啦，讲起来，这伫全世界来讲，全世界不有评鉴，这个世界各国的安宁照顾，头一届是超40万个国家，第二届80个国家的评鉴里面，讲你评鉴你安宁照顾的品质、死亡的品质，台湾是世界第6名。那真好啦，亚洲第1名。亚洲第1名，哇，安尼这就要感谢。陈教授，恁安尼才开路先锋我是缀人走的，我你对上帝走啦，所以当然我知影马街医院这方面嘛做真先进的更新医院嘛先进，不过你台大医院文殊公病院这嘛有带头作用，这真要紧好，咱过来听一段音乐，我佮继续来请教陈教授
想着你细汉时阵，上爱唱迄条歌，我定定真足听，听你在唱啥，你知影，我嘛跟你出声，摕歌词予我看，惊我听你唱，点点的孤单。目睭亲像我，一世人有你的陪伴，感谢有天公的注定。摇啊摇，摇甲你带某生囝，摇啊摇，摇甲你成家做时代。摇啊摇，摇甲你的头鬃，后世人会当继续做阮的心肝。为着生活离开这，对成功拼输赢，囡仔你毋免惊，思念着转来看。一个人注定有一款命，你毋免烦恼我，较踏实地就成功好名声。囡仔，你是我的命，人拢讲你的目睭。欢迎各位倒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今日互咱采访的陈荣基教授，也是陈荣基院长伊伫台大医院服务，了搁伫文主公病院服务伊不但是一个神经科的这个开路先锋之一啦嘛是即卖神经科的大佬啦但是伊伫台湾社会影响上大的，可能是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推广不管讲伫台大医院、伫文主公病院，甚至伫民间成立这个安宁照护的协会搁去争取这个立法这个安宁缓和医疗的这个条例这个病人自主权的这个选择这拢对台湾有真正面的这个贡献啦陈教授，你今年几岁啊？83嘛
你还佫有伫看门诊呢？有嘛？佫等于文主公病院，佫有咧甲因服务嘛？吼，这无简单呢。你退休即马呢身体看起来还佫真好呢。也佫会落落蛇，还佫会这样服务，大家感恩的啦。就是你有啥物养生之道？你有法度安尼家己的健康照顾较遮好势？无啥物特别的，我敢若拍拼讲。行路啦，行路，尽量行路。我是吼，所以这行路的这个想法哦，足趣味，就是讲，我有一个阮家属出去旅游，家族旅游，游览车的导游小姐哦，你讲点笑话 ，BMW 的笑话好听啦。我发现是不是 BMW 哦 ？BMW 你知影是？你讲出门拢 BMW 汽车嘛吼？对啊，足出名车。伊讲的是 V 是巴士，坐巴士 ，M 是 Metro，W 是 Walk，Metro 是大众快速，就是捷运啊。坐巴士，捷运。行路，行路，安尼叫 BMW 所以我想，这有意思，有意思。所以落尾我真想听，不是把它当作笑话，而是推动。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在推 BMW 的运动。推到有一年足趣味的，参加一个忘年会啦，去请，迄个主人来我这道吼。甲我介绍坐伫我边仔一个女士吼，甲我讲这是台湾 BMW 的董事长，唐董事长。伊较想讲你这家财万贯咧 ，BMW 还得了？我笑笑甲讲歹势呢，我咧推销你的 BMW 真久啊咧。伊讲迄是啥物？我就甲讲 BMW 咧讲啥物。OK。伊听伊讲，伊讲不过吼。我们这个好像有商标权。我说对不起，你没有打算要告我吧？结果伊无告我啦。当然。等于2礼拜了后，我收到伊寄来一只 BMW 的模型小车子。真正哦，这个人嘛注意。趁我阮孙子佚佗。哇，这所以我也在继续推就对了。对，所以我还是继续努力在推。你这个故事哪个用德文写出来吼？那个看咧德国的迄个媒体啊 ，BMW 是德国的嘛？德国足出名的世界的车咧，对不对？你讲阮伫台湾专门咧替你推广 BMW， 你都欢喜个。不过，歹势你意思叫人讲车唔能坐。意思轿车唔能坐伤多啦，免去买车，都爱行路了对吧？对，公共的轿车较环保。所以推广 BMW 的结果就是互 BMW 袂要出力啊！这是不是？嘿，你这个鼓励这个步行啦，吼尽量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啦，吼。是，这嘛对环保有贡献啊！是应该更加有环保了。对啊，对无？你若大家拢开车，你看迄空气污染、排废气遐厉害，所以尽量坐大众运输工具会使行路的时阵尽量行路。对啊，这个节省能源。对，对无？无咱石油一直开发，这对在全世界拢是人类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啦。所以你这是你这种的养生佛教内底你虽然信佛教，你敢有吃素？我无完全吃素，尽量啦清淡饮食。阮太太吃素较认真。恁太太比你较认真吃素。对。周女士，你有那佛教徒是吧？是啊。你嘛是哦。你有甲我介绍我？对，恁爸爸、恁阿公是有一个佛堂嘛，对不对？佛堂，迄个。你细汉正善堂。你细汉讲常常去听人讲经呢。是啊。伊迄个印顺法师印顺法师，有一足出名的佛教大师呢。伊伫阮菜场工经暗时住阮兜，因为连在一起嘛。OK。迄间迄个庙交阮兜。背靠背啦吼。
后门通的啦。哦，所以伊刚了大弯刀，困一暗，第二天礼拜天哦，这礼拜天的早上，再讲一堂课 ，OK， 讲到10点，才回山上。那个早餐是我送给他。OK， 哦，所以你从小跟着大师对礼佛呢？对。所以您爸爸佛教徒都讲哦，我一定有福报，因为这么大的大师哦，就是给你开示，对不对？居然要住在你家，送他早餐吃，你那个服侍所以所以您爸爸本身嘛是一个佛教徒啦。是啊。对，我知影。阮虽然，阮爸爸虽然拢住伫菜场内底，真的所以是从你阿公因就开始啊。都和这佛教有关联，100年了嘞，迄年，迄间不长诶，120多年了，120多年，所以这庆祝过了。陈荣基教授的夫人这家庭是一个很有渊源的佛教的家庭啦陈荣基教授本身嘛是一个佛教徒，所以恁是标准的不高的家庭的对。是恁兜的囡仔咧？恁兜的囡仔有对恁安尼对这佛教加投入无？也袂呢，也无少年的即摆较自由对有拜啦，对阮拜有这宗教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力量啦讲起来是安尼。其实正统的佛教嘛是一个真积极向上的力量啦，讲起来佛学很深呢。是啊，不容易呢，着重在修行。对啊，都家己要修啊，系啊。我是基督徒啦，我定定笑讲基督教是讲起来上笨蛋的，什么都归诸上帝啦一切拢上帝安排，所以家己足轻松的啦。佛教徒不是啊。佛教徒没有上帝啊，靠你自己要自修嘛你要苦行，你得个修炼，可以成佛嘛，所以我讲佛教徒很辛苦嘞，那基督徒跟他讲，一切拢上帝安排，但是佛教徒你讲爱自修，对。就是要好好的活了，对，是善生了，是善生，最后才能善终。对。其实基督教徒你要听上帝的话嘛，那上帝教我们很多东西啊，你也是要好好的，照他的意思教你的，要爱，要慈悲，要什么，公益。我来讲，你若要学耶稣。过耶稣的生活，迄嘛是无简单的代志啊！迄嘛是无简单的代志。所以有影，因迄若讲，像你讲做神父的啦，做修士修女也是都苦修呢。对，迄伫修会内底我拢叫你过迄个足清苦、贫苦的生活啦。对，嘛是要给你训练的呢，减少你的物欲啦，袂使去追求功利啦，所以这是。宗教拢有伊的鼓励人向上，人性发挥光明的一面啦，讲起来这是真好。那讲到这，阮交修女有一段真深刻的缘分。OK， 分享一下。林修女啦，林修女。Mary Ellen， 英语 Mary Ellen， 在新竹吗 ？Ellen， 台北。台大医院啦，台大医院伊对一个修会，MAC 啦，我知。MAC 在那个1970年派2个修女讲来台湾啦，因就打听了说，台湾最大的最有领导力的医院就是台大医院对，所以他们一定要到台大医院。迄阵我是要出国呢。拄到因2个美国，我嘛真欢喜，讲熟悉一个，练英语，对。因为MAC是安怎派因来？
那个吼，伊都那个是一个研究单位，敢毋是专门咧？不是咧做啥？迄个中华医疗促进。我要出国吼，透过因的奖学金，对，我知影，拢咧帮忙这个。American Medical Aid to China。对，帮忙咱的医疗人才去美国受训啦，哈。对，进修啦。对，去训练。是啊，这个。这小女和你熟悉，发生什么缘分？因两个就拄着我，我就甲讲我伫遮，但是我要出国，我就要出去之前哦，我尽量带因了解台大医院。对。因两个怎留伫这个台大医院？我你总去进修？我去进修转来吼，因还搁伫咧2年嘛吼，转来我咧打听，我找无因两个啦。OK， 有一摆，阮学会办活动吼，伊就倒啊，我嘛袂认的呢。圆山饭店，伫圆山饭店，伊行来甲我讲，请问的吼，早餐毋知伫倒食？早餐伫倒食？早餐吼，毋知伫倒啦。我讲早餐伫遮，我带你来去食啦。就讲你是不是啥？讲台湾话呢？OK。我讲你哪样？因迄阵会晓讲台湾话啊？我无简单。OK。我讲你哪会晓讲？伊讲，伊就叫我讲。我1970年哦，就来台大医院啦。我讲，我1970年要出去，拄着两个倒啊，恁其中的一个。迄阵佫认起来就对啊。OK。认起来伊就。后来这两个小女，伊另外去迄个训练台语吼，台语敢训练讲4个月还是半年啦。真够咧吼，真够。因后来，你台语讲要比我较连登较。因后来伫台湾做啥物工作？我以前台大医院护士啊。真正来这服务，专门照顾台大医院的艾滋病人。我这无简单啊，无简单，是最困难。对，都是。我回来就是主任嘛。对。就安排你们2个到 OK 艾滋病房。那这是真好的一段。所以我就感谢伊吼。每个礼拜吼，2天还是3天吼。到监狱吼，去看遐个犯人，是哇，这甘心啦。所以犯罪的病人啦，对啦，的那个。讲啊，这实在咱是真感谢，这台湾历史上吼，有真侪这外国人吼来台湾做这个服务啦吼，医疗传道啦吼。是医生也有，护士也有啦，传教士拢有吼，嘛留真侪教会病院，这种是互咱足感动。尤其你讲的，因来到遮学台语，佮台语佮讲得比咱较好。是啊，我较早伫圣母医院嘛是，迄意大利来的新妇哦，真好讲台湾话咧。天主教的嘛足济啦，拢真好讲台湾话。这是真甘心。好。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吼，咱安尼连续2礼拜，采访这个陈荣基教授和周兆芳女士哈，咱对因夫妇的身躯顶，嘛看到咱的前辈啦哈，长辈这个神经科的专家，也是讲护理的前辈哈，替台湾社会做足侪有意义的代志哈，特别这个安宁疗护和全责护理。这2项代志伫台湾拢继续搁咧推动吼，嘛希望讲因的理想会当愈来愈落实，互台湾的医疗品质会当愈来愈好吼。今日真感谢陈荣基教授，多谢，谢谢。心袂定，才知头壳内想的拢是你啊。
车，有迄搭好食的蚵仔煎。